藥膳同源嘅一個理念，同埋落到實地去真正去品嚐翻呢個美食啦。咁同埋都有我哋嘅中醫嘅回答啦。咁答問環節亦都有啦 ，DIY 製作我哋嘅中藥嘅香囊嚇。係啦，冇錯啦。嗱，咁我哋嘅業主啦，喺成場嘅一個活動啦嚇，亦都係非常之開心嚇，亦都係非常之充實嚇。咁可以了解到啦呢一啲養生啊，以及健康啊呢一方面嘅一啲知識。Hello， 各位業主朋友，早晨。嗱，好開心又見面啦。今次嘅話咧，就係我哋中居會肇慶業主之家5月份嘅呢一個旅遊啦。咁我哋呢一次嘅一個主題咧就係康養之旅嘅。咁我哋接下落嚟嘅話咧，去出發嘅目的地咧就係延伸不一樣的特色行程。咁咩啊？不一樣的健康傳授彭祖養生文化。咁彭祖咧點解會咁長壽咧？因為佢係有4個長壽秘笈。今次咧，我哋咧就係出發過去學習佢呢4個長壽秘笈。健康生活，快樂出行，耶！生命在於運動，就係彭祖嘅第一個秘訣啦。佢有49個老婆，係啊，49個老婆，54個仔，係5個女。咁所以嘅話咧，皇帝唔夠佢長壽啦已經，但係唔攞到佢咁多個老婆嚇，咁多個仔女係咪啊？其實咧，佢有自己一套咁養生秘方、養血秘方嚇。咁我哋依家馬上進入我哋彭祖養生湯館啦。飯前先飲湯勝過良藥方。其實嘅話咧，我哋一直都有呢個講法，特別係相對於廣東啦、港澳地方下。導師現場傳授8段錦，一整套氣功落嚟，由8個動作組成。咁每日練習咧就可以強身健體。我又要講多幾句啦，因為今日我應承咧同大家嘅話咧，就係帶大家食好嘅，玩得開心係咪？咁依家大家食嗰啲嘢嘅話咧，全部都源自下我哋1182畝生態園㗎嚇，所以大家可以食得放心，食得開心啊！佢唔單止營養價值高啊，營養豐富，而且嘅話咧，我哋食材非常之健康嘅，大家慢慢享用下。咁下午嘅話咧，我哋仲有其他精彩嘅行程安排嘅。咁有老中醫現場教授呢一個養生保健知識。
聞香養生嘅話，亦即係話咧，就係我哋通過嘅話咧，外治法得到唔同嘅配方通過我哋聞落去得到體現一座藥效嘅價值再次感謝大家，希望大家翻到之後咧，食飯嘅食得更加開心啲，有咩好嘅介紹或者好嘅咩都多多 share 俾我哋，大家多謝大家參與啦。好嗱，咁我哋今場嘅中居會肇慶業主之家5月康養之旅嘅活動咧，就圓滿咁結束啦。冇錯啦，其實我哋今期亦都去到咗衍生集團啦，同大家體驗翻藥膳同源嘅一個理念，同埋落到實地去真正去品嚐翻呢個美食啦。同埋都有我哋嘅中醫嘅回答啦，答問環節亦都有啦 DIY 製作我哋嘅中藥嘅香囊係啦，冇錯啦。嗱，咁我哋嘅業主啦，喺成場嘅一個活動啦亦都係非常之開心亦都係非常之充實。冇錯啦，除咗我哋提供我哋更好嘅業主體驗服務之外啦，如果大家喺大灣區想買樓咧，亦都可以揾到我哋中居地產，我哋會提供優質嘅服務俾大家。同埋啦，我哋每個月咧，亦都會舉辦我哋嘅業主之家嘅呢個旅程噶。如果大家想入翻我哋嘅群組咧，亦都可以揾到我哋客服啦，揾我哋添加翻入到嚟群組。我哋最新嘅信息亦都會喺群組通知大家。大家睇完影片之後咧，記得點翻個讚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屋企人同埋朋友啦。我哋今期片差唔多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會，拜拜，拜拜。用心對待每一位業主，每一個設計方案，只為匹配更適合你屋企嘅裝修需求，精工細作，精品生活，只求打造你心中一個夢想的家。中居地產一站式裝修服務，致力為你創造健康、智能、安全嘅居家環境，加入全屋智能、空氣淨化、淨水系統、安防設備，以全新居住功能、新智能體驗、新美學、新佈局，讓你同家人享受更舒適嘅大灣區新生活，裝得安心，住得舒心。大品牌誠信經營，報價公開透明，絕無套路，只有真誠。全程專人跟進把控，實時匯報工程進度，拒絕爛尾，品質交付。提供質量保修，售後服務有保障。想獲取專屬設計方案、裝修報價，快啲撥打熱線電話63658001。大灣區裝修記得揾中居地產。